物理治療就係用物理嘅媒介，包括冷、熱、力、聲、光、水電，做到治療嘅效果。身體各個部分都可以包括在內嘅。例如咧，我哋物理治療會針對人嘅三大系統去做治療啦。咁第一就肌肉骨骼系統啦，例如頸痛啊、腰痛啊、手痛、腳痛呢一類啦。咁第二個咧就係心胸肺系統啦，咁主要針對一啲慢性阻塞性肺病啦、氣管擴張症啦、哮喘病人。咁第三樣咧就係我哋個腦神經系統，例如中風同埋帕金遜症病人，我哋都會幫到手嘅。物理治療助理基礎證書嘅畢業同學咧，會喺主要三大地方度工作啦。咁第一就私家診所啦，咁包括接待病人啦，亦都要幫物理治療師操作物理治療儀器啦。咁亦都會可能教病人去做一啲簡單嘅運動治療啦。咁第二個咧就係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啦。咁日間護理中心就要帶一啲運動小組嘅。咁另外亦都需要做一啲基本嘅一啲護理嘅工作啦。社區照顧員咧，咁就上門就包括做一啲基本嘅護理啊、家居清潔啊、認知訓練啊，同埋復康運動，咁呢幾大範疇啦。學員比較難掌握嘅就係一啲扶抱嘅技巧嗰個單元啦，因為入邊涉及到我哋成日講話重心轉移啦，咁要技巧嘅。咁例如之前我有個學員咧，係屋企要照顧80幾歲老人家，唔識扶抱，咁搞到自己腰骨痛。咁學咗扶抱技巧之後咧，咁而家就唔會腰骨痛。